镜头转来到国内，台湾的热浪温度高，炎天赤日头，伫咧室外做事的农民，定定会热甲昏去送病院。不过最近这2冬，农民因为潮湿、热伤害，去申请农民职灾给付的，干那8件尔。有立委就呼吁劳动部甲农业部，要爱重视农民的工作环境，加强补助。 烧热日头下，农民摘帽啊、挂树落啊、咧挂草。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伫111年至113年，总共有1395位的农民因为热伤害去医生看。立委拜告召开记者会，要求农业部、劳动部爱重视极端气候对农民的热伤害。日头赤呀呀，农民劳工免啊顾性命。劳工部分，雇主责任要注法；农民部分，政府补助要到位。 立委表示，真侪农民唔知热伤害会当申请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因为潮湿、热伤害申请农职保的农民，伫去年到今年只有8位，数字是真正足少的。立委呼吁劳动部、农业部爱将资讯推测给更加侪农民知影。我们去年总共有6件核付热中暑的给付的案件，那今年以来有2件。在去年12年的12月起开始，只要参加农保的。 都强制来参加农职保哈，我们农业部当然也是会持续跟劳动部还有卫福部这边来做一些宣导的一些作为啦。为着要减少农民的伤害，劳动部有研发出一领风力的夹，总共有2元，只要插电就会当接电风。不过目前搁咧研发当中，而且价销是无俗。立委希望农业部、劳动部会当将这领夹纳入补助，帮助农民降低热伤害。记者陈阿双、柯斌哲台北报道。